三位调皮冲天，到底是哪里来的妖精？哎呀，这是你呀！现在台湾高楼小心吃你，要不我的家。有救你没？原来你是黑元古墓特妖，既然是黑元古墓特妖，本来黑元古墓正心不祥，难怪这多先生为何来到人间，好闹雕工地界？有票，如今来到这次呢，这是红票的好日子，我到票子呢，还在一次来。红标珠我牛之了，一嘿！如我有良心大慈大德，哪里会有良心十妖？既然要还大条东，我这10年下凡以来，我了是要逼他们，要杀害灭了，命我可靠，快回转天为国母。遇到不要依你计较，要保证妖怪清风剑无情。